我係一個普通嘅年輕人，細個嘅時候經常都係得我自己一個。無論喺學校，我因為內向冇乜朋友，返到屋企阿爸阿媽都唔會喺度，即使佢哋返到嚟都係喺度嗌交，所以佢哋嘅爭吵聲係我嘅日常。而中三、中四，我更係沉迷打機，成績差到爭啲留級。嗰陣時，人生好似一片迷霧，搵唔到方向。喺我媽咪嘅帶領下，我開始去做義工，甚至喺2021年攞到義工時數最高嘅獎。但係同年，我嘅父母分居，更係喺2023年得知到我爸爸出軌。呢件事對我影響都頗深嘅。喺我讀緊香港大學嘅時候，我甚至患有輕微嘅抑鬱同幽閉恐懼症，感覺前浪又跟唔上，後浪又推住你，被前後浪夾擊，人生毫無意義。如果故事就喺呢度完結，你覺得呢個故事點呢？好，我哋繼續聽下去。佢2024年去參加咗第一屆戈壁似仙行，喺43夜108公里裏面，戈壁嘅荒涼同壯麗，讓佢能夠同自己對話，揾到佢嘅熱誠。更係喺戈壁之後，佢愛上咗跑步，參加咗越野跑同埋渣打半馬。今年佢會再踏足戈壁，將呢份熱情再傳遞出去。